呢台豪型 CRV 升級 BSI， 佢原來有預漏支架啦，線就冇嘅，線就要重新補。睇下我哋啲線材啊，唔係嗰啲流浮嗰啲啊，嗱，睇下。最右啊，寫0.3平方，呢0.5，插頭睇得出啊，呢隻鏡係冇加熱嘅，拆開隻鏡就睇到啦。我哋配埋加熱俾佢，裝完就咁啦，裝上去就咁啦。BSI 裝埋之後咧，嗱喺呢度安全設置、安全支持，呢度裝完一個 BSI 可以關可以開。好啦，仲有一個咧就係我哋倒車嗰時有個後動態，呢個就係後動態。後動態喺邊度出去咧？嗱，喺攝像頭後動態開關，打開佢，然後嚟到呢個車輛設置、駕駛輔助系統一個盲區、聲音與視覺。依家開始測試，閃下燈。後方有車時，打轉向燈會閃提示燈，不打轉向燈就只亮燈。倒檔顯示後動態，後方有行人或車輛經過會提示，